Mà chế một tá là cho nên mình rồi mình sẽ phải luôn mình tá là chứ nó đi chờ nhỏ số tế nó nó mà còn đây còn cơ走了在这边来走吧过来走啊！我看见呢。你看有大号要求5的，那是长发都小号已经查去，哪查不去？说那容高个等到，那人有没有接，有的有没有接嘛？我唱呢，古代的药不行哎，我怕枸杞油。说那怎么哈？然后把枸杞糊多会有哎。哦，能够吃好呢。能够啊呢，吃不老了。来。早上吃一遍。早上吃啊。你喝这吧，俺拿了，拿了。这个多少钱呀？2块。我们这个是，给。那包的要吃，得备老么了呢？一包一盘给，不要。那这这么大了。他家门我请的给我20块钱的。家门你要愿意领我上去。哎，这里我有，今年也到账了。大部分今年到账了。啊！我给你用10块钱小米。不行，我说我要5块呢。你来要5块的，要5块的我再给你那边给你。给1块钱。1块钱一根。他可以呀。你给这么小的我也能，你给这么小的我吃不了。来这块。来这块亏我那么多，我给你3个我都要了，这就。要什么？咱哥这有事儿，这有咱这有饭，你帮忙点。
他回来了。6块的7块一个。没有卖完了，5毛为啥不一根嘛？我操！不贵，你要一讲你都知道了。我到2年了，这都磨这交个1块，交。你这怎么？你买怎么样？再早一能谁给你这个爱吃？你们不吃米，面也吃不多少。都不愿意吃。哎呀，靠边来车了。那你骑点轮给人给借2轮，他推住了，也不行。来车了。到了这了呢。走啊，上后呀。走。看呀。走。丢。